大齋期默想系列第31天，4月9日，題目：福音的全貌。福音即係好消息嘅核心係耶穌基督作王。咁樣，耶穌基督喺邊度作王呢？天國建立喺邊度呢？要成為一個國度，必須有3個元素：主權、人民、國土。全球大概有200多個國家，佔據咗地球每一個角落。基督嘅國度要建立喺邊度呢？耶穌回答說：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，人也不得說，看哪，在這裏，看哪，在那裏，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。路加福音17章20至21節。神嘅國並不限於世上嘅疆界，佢建立嘅係屬靈嘅國度。天國嘅國土不在於地理空間，而在於每一個願意降服於神權柄之下嘅內心。作為天國嘅子民，我哋唔單單承認耶穌基督為救主，也必須承認佢係我哋生命嘅主。喺屬靈國度中，天國嘅福音唔係一個單純嘅得救信息，而係宣告一個全新嘅秩序進入世界。罪不再掌權，反之，基督作王了。呢個係一場深刻嘅改變，唔單單影響我哋嘅個人生命，更喺世界中瓦解罪嘅權勢。耶穌嘅來臨，標誌住一場屬靈嘅反轉。天國不依賴武力或權勢，而係藉着愛、憐憫同公義擴展神嘅治理。有一個來自食人族嘅青年，聽到福音信咗主，被帶到美國完成咗大學學位，正要返去自己嘅村族，就被報社爭相訪問：你返去以後仲會食人嗎？佢回答話：會，當然會，不過一定會用刀叉嚟食。比較文明嗎？佢真係相信福音了嗎？假如內心真係接受耶穌基督為王，生命必然產生實質嘅變化。好多人只把福音理解為通往天堂嘅道路，認為相信耶穌便能得救。然而，呢個只係福音嘅一部分。耶穌所宣講嘅係天國嘅福音。接受呢個福音，唔單單意味着得救，更意味着我哋願意接受基督為王，並遵循佢嘅教導過每一日嘅生活。真正嘅福音係全然嘅降服，係讓天國喺我哋生命中落實，以基督嘅愛同真理作為行事嘅準則。你信嘅係天堂嘅福音，還是係天國嘅福音呢？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歸信耶穌唔單單係接受救恩，亦係交出我哋生命嘅主權。你是否願意讓耶穌喺你嘅生命中掌權呢？第二，天國嘅子民應該以耶穌嘅價值觀行事，而非追隨自己嘅喜好。你嘅生命是否反映咗天國嘅價值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我嘅心向你敞開，邀請你進入其中，作我嘅王。願你掌管我嘅生命，調整我嘅心思意念，按你嘅旨意結出仁義嘅果子。求你加添我力量，使我嘅生命能見證你嘅國度。願一切榮耀歸於天父。阿門。